大家好，我是北港的阿奇，蔡宏奇，邀请大家1月27、28号来读北港的绘本《妈祖入去大德位》。1月27号下晡3點是文人故事館，1月28號下晡4點是台語老厝。歡迎大家來了解北港，來了解十粒人的故事。歡迎家長招囡仔來讀北港的繪本，坐落來聽我的歌。100年的歷史換來咱傳承，風來雨灑，暗家啊暗面目，風來雨灑，下啊地好夜光，風來雨灑，天地你我起是無，風來雨灑，為是轉台北港好，風來雨灑，暗家啊暗面目，風來雨灑，下啊地好夜光。买好啊，来等啊！我今斟酌甲看，欢喜相报，是妈祖婆呢，几啊天过去，两边的庄民相拄，敢若目睭相银，谁嘛想无报。对啦对啦，来比赛啦！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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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1月27號下晡3點是文人故事館，1月28號下晡4點是台語老厝。